为了宇文邕，为了我自己。姑娘刚才在赌场的胆色和智慧，让在下刮目相看，果然与众不同。大将军，难道猜出了大司空的底牌？哼，是一把必输的牌。青所再次谢过大将军抽身事外，要不然这次宇文邕会输得很惨。你是第二个能让长恭放在心上的女子。那第一个又是谁？是段木莲吗？他都告诉你了。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。话在下已经带到，走不走是姑娘的自由。如果姑娘改变主意的话，可随时来找在下。告辞了。我的心似乎跟着他走了，扑向了殿下的怀里。可为了找到镇魂珠，找回我自己，我还是选择留下来。我这样做，究竟是对是错呢？这里这么多人，我该怎么进去呢？在那边，你们4个人留下，其他人给我追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先睡一会儿。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在梦里，那个珠子会围着我飘动。珠子，珠子，珠子。珠子，镇魂珠。是谁擅离职守？若不是本司空与夫人来得及时，恐怕里面的珍宝都丢没了。你带人清点珍宝阁里的珍宝，看丢了哪些东西。你带人搜遍整个皇宫，一定要把盗宝的人找出来。是。幸亏陈国与齐国的使者都已经离开了皇宫，若不然，这次还不让他们看了笑话。还不快去！是。宇文邕，放手！要不想让整个大司空府都因你遭殃，就给我闭嘴！大司空，属下等找到了踪迹，看来潜入皇宫的绝对不止一个人。青锁，你还记得回客房的路吗？记得。
我现在没有办法照顾你，你回客房等我。记住，没有我叫你，不要出来。大司空，记住我的话，我们走。我就知道，只有元清所能找到镇魂珠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一路跟着我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若不是我和桃花引开了那些皇宫侍卫，你能那么容易进入藏宝阁？现在镇魂珠已经在手，你马上就会成为死人了。一个死人，知道这些又有什么用？快走！这个妖精毒辣的很。我就知道你会来。前几日我重创你的伤好了吗？你自认能挡得住我吗？挡不住，我也要挡。青锁，快走！来不及了。天下人人想要的镇魂珠，终于到了我手里了。公子，这镇魂珠就在妙无阴手里，怎么不去抢？假的，这个蠢货只会把危机引到自己身上。公子怎么会知道那镇魂珠是假的？这宇文护、宇文邕又不是傻子，会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真的镇魂珠拿走，只不过是利用元清所做了个局，把危机转嫁到妙无阴身上罢了。但是，所有的人都只是听说过镇魂珠，却不知道是真是假，这可不愁死人。你这浆糊脑袋终于问了个聪明问题。哎，公子，那你见过真的镇魂珠吗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真要找个珠子，看看能不能安定天下才能知道？哼，这说你聪明，现在又回去了。这天罗地宫的大门是那么好去的吗？那怎么分辨镇魂珠的真假？想知道吗？嗯。秘密。
人？在。怎么样？回禀皇上，从昨夜到现在，整个灵玉池都搜遍了，还是没找到人。昨天晚上刺客袭击我的时候，那位姑娘为了救我还受了伤。我明明记得她掉进了池中，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我流离在外的时候，她帮了我很多，现在又救了我的命。如果找不到她，我一定会寝食难安的。这些异人来无影去无踪，只怕没有沉入池底，已经离去了。否则，这么多人怎么会找不到他？真的？真的，朕向你保证。愿老天一定要保佑那位姑娘平平安安。谢皇上。哦，谢朕。是，皇上乃一国之君，能这样安慰我，卿所何德何能？杜居上，你不惜性命助朕和谈，赶走无名彻，朕还没有好好谢谢你。皇上不必谢我，皇上已经对卿所照顾有加，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。虽然我不记得自己有没有兄长，不过卿所斗胆，在我心里已经把皇上当做了兄长。你越是这样，朕越是不知该如何对你。朕是说，亏得昨夜侍卫及时赶到，若你在宫中遭遇不测，朕无颜面对四弟。他不是一直都没有出现过吗？担心了。昨夜藏宝阁又丢失了南海珍珠，四弟正忙着追查刺客的去向。他不是不想陪你，只是尽他的职责所在。这皇宫里来了刺客，应该保护的是皇上吧？区区一颗小小的南海珍珠，值得他这样大动干戈？宫中出现刺客，四弟很是担心，所以他亲自追查。他临行时还嘱咐朕要好好的照顾你。他会照顾我？皇上，你就不要再替他说好话了。大司空是绝对说不出这样的话的。他是不会为了我而荒废职责的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你在跟四弟赌气。我怎么会跟他赌气呢？我不担心他，他也不会担心我的。那青锁姑娘真是太不了解四弟了。哪一次你涉险，四弟不是牵肠挂肚，想尽办法救你？救我？他哪一次见我不是凶神恶煞的？四弟的温柔是藏在心里的，日后你就会知道了。哎，别动。要是有皇上1/10的温柔就好了。作为君主，温柔也许并非是件好事。皇上，剑不出鞘，并不代表他没有锋芒。青锁，你果然是一个不凡的女子。皇上过奖了，我连自己的身世都忘记了。果然是不凡啊！皇上，我想知道一些从前的事。从前？以前朕也只是在皇宫御宴前见过你一面，谈不上什么渊源。然后就是你的舞姿令朕过目难忘。青锁，可否听朕一言？皇上，请说。何必对自己的身世耿耿于怀呢？或许忘记过去，并非是一件坏事。皇上的意思是说，不想让我找回记忆？朕不是这个意思。朕的意思是，人生多烦恼，忘记旧的，开始新的，不好吗？
朕也想像你一样，忘记旧事，无忧无虑。无忧无虑？我真的无忧无虑吗？桃花呀，桃花，我不是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番心意，只是这就是宿命吧。是你，是我，是你救了我。妙无阴杀了我，不正好随了你的心愿吗？你我同为四大护法，我并不希望看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死。倒是你，为什么拼了命的要去救那元清所？哼，你不也一样吗？拼了性命都要护着那个妙无阴。很多事情不能强来，你真是天真鲁莽。总好过你善恶不分。桃花，这世间很多事情并非是黑白分明，我只是顺势而为，你又何苦为难自己？昨晚要不是我及时赶到的话，你岂不是白白丢掉自己的性命？来，先吃点药吧。你只需保护好你的妙音仙子，我的性命跟你没有关系。那好，药就放在这里，你想吃的时候便吃。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就在这里好好静养几天。这里有足够的干粮、水还有药，没人能找到这里。我先告辞了。等等，你就不怕妙无阴知道你救了我？顺心而为，无所谓别人知不知道。你去哪儿？去需要我的地方。镇魂珠固然是假的，可这会儿想必已经天下大乱了。你别走，好吗？萧无尘，萧无尘！你到底对我是有情，还是无情？眼看到手的珠子被别人抢走了，你这个废物！主上，饶命啊！主上，那女人功夫实在是太高，小人根本不是她的对手。她只是弹琴，小人就连她的身都进不了。我看你是在暗处，根本就没动手吧？来人，突围进斩了！是。主上饶命啊！主上饶命啊！好了，大主宰，珠子是假的。什么？这丫头还有四弟，心思都灵巧得很，八成又演了一场戏给人看，想告诉别人镇魂珠已经被人抢走了，注意力不要放在她身上。你回去盯着她，再有差池，你知道后果。是。主上，既然你和大司空是兄弟，为何不向大司空明讲？明讲。禀告主上，陈国大将军吴明彻已到。来得正好。主上，吴明彻这个草包，凭大司空夫人几句话就把他蒙过去了，八成是在和谈上根本没占到什么好处。见他有什么用呢？吴明彻虽然是个草包，但是他的背后是陈国。下去吧。是。寡人素来喜欢搜集奇珍异宝，这是寡人送给将军和夫人的见面礼。多谢大冢宰。等在下回国之后，便向皇上禀明大冢宰的诚意，与大周缔结盟约，永世和好。哼，好。只是皇上私下跟胡律光密谈数次，想必已然定下联合盟约。此举虽极为不智，寡人却也无可奈何。在下来大周之前，国君曾暗中叮嘱，
大冢宰为周国之魂，无论大冢宰做任何行动，陈国必然如影随形，内外呼应。想不到贵国国君居然如此赏识寡人，寡人定当竭力说服皇上，促成两国盟约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难得将军和夫人如此体谅寡人的苦处，在下敬你一杯。干！干！那位姑娘究竟是谁呢？为什么我总能遇到她？她还屡次三番地帮我，这一次为了救我，她竟然会不惜自己的性命。我跟她究竟是什么关系？她真的获救了吗？可是我连句感谢的话都没来得及说。是你？刺客追查到了吗？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如果你不希望被打扰，我走就是。站住！干什么？袁清锁，我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。看不透你就别看呀！你放开我！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妇德，什么叫妇道？勾引胡绿光也就算了，还跟我皇兄眉目传情。我？袁清锁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想怎样？你不是清楚得很吗？我说过，你也答应了我，如果和谈顺利进行，你就跟我做个交易，我帮你跟齐国缔结盟约，你就给我自由，让我带着镇魂珠离开，怎么样？镇魂珠，你只是为了镇魂珠？对，我就是为了镇魂珠。如果不是为了镇魂珠，我怎么会自投罗网地跑到你大司空府？难怪你要一再地吸引皇上的注意。袁清锁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我没有你那么卑鄙，我和皇上只是兄妹之情。兄妹？我看你不过是找棵大树好乘凉罢了。好啊，反正我跟皇上是什么关系，与你无关。不过我知道，镇魂珠就在你那儿，这一切都是你的计谋。再说一次，你以为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？袁清锁，我要你知道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我要你生就生，要你死就死。你知道这灵玉池里最多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冤魂，死的都是像你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人。清锁，清锁，你没必要救我，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不属于任何人。清锁，你走开！既然你这么讨厌我，既然你这么不相信我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我留在身边？宇文邕，真正让人看不透的人是你呀！无尘法师的医术世间难寻，不知道无尘法师这次请婉儿带来的是什么灵丹妙药？
无尘法师说，这些都是他访遍名山大川采集的珍贵药材。无尘法师为了寻找更多的珍贵药材，所以这次都不能亲自前来，还请皇上见谅啊。没事，多谢无尘法师为朕着想。果然奇特，这药是煎服的吗？不是，无尘法师已经交代婉儿用法了。无尘法师说，皇上龙体虽无大碍，但气血虚弱，经脉紊乱，只要服下这些汤药，便可安康矍铄了。替朕谢谢无尘法师，也谢谢严姑娘奔波劳累。皇上过奖了，婉儿不敢。是大冢宰千叮咛万嘱咐，要无尘法师一定要调养好龙体。皇上的龙体关乎天下百姓的福祉，还需多加保重。好，皇上，请。婉儿姐姐，青锁自从失忆以来，一直都会觉得头痛，不知婉儿姐姐跟随无尘法师有没有学习一些治疗的方法？青锁。婉儿是无尘法师专门派来给皇上送药的，你不要捣乱。只要将他肩头的衣服一拉，就可以看到他肩头有没有烫伤了。啊，没关系，虽然婉儿医术很浅，但为青锁妹妹查病，婉儿还是义不容辞的。依婉儿看，青锁妹妹不但要看一下心智迷乱的病情，更要好好看一下身体。池水那么冷，妹妹还要去学游水。婉儿只怕妹妹会落下寒症，来，我来给妹妹把把脉。好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青锁，妹妹，你的手没事吧？没事，妹妹。都是姐姐不好，让姐姐看看你的伤口吧。啊，不用，砸东西是青锁的强项，受伤是我的本分，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更何况，再大的伤，青锁也习以为常了。四弟，小伤也是伤，替青锁包扎伤口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多谢无尘法师的药，药才刚入口，朕就感觉好多了。看来皇上是把朝堂当成了战场，和谈这一仗，他势必是想赢啊。军国大事婉儿不知道，不过依婉儿看，皇上对大冢宰倒是颇为戒备。大司空对大冢宰倒是信任有加，就是因为他不肯喝无尘法师的药吗？不止这些，婉儿曾经试图调查过，不过皇上是看婉儿在大冢宰府常进常出，因此对婉儿口风很紧，就连大司空都被排斥在外呢。说起来，皇上对那个袁青锁倒是亲近得很。青锁，长公，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伤口疼？我没事。那你要不要喝水？御医说了，要喝参汤。用不着这些，我好多了。外面怎么这么吵？没什么，夫人。
夫人回来了。母亲回来了，快带我去见她。我去请夫人过来。不，我要亲自去见她，快带我去。恭喜殿下，贺喜洛云姑娘。他们在做什么？府里好像有喜事。谁的喜事？恭喜殿下，恭喜姑娘！夫人正在帮姑娘挑衣服样子呢，可漂亮了。姑娘一定会是齐国最美的新娘。新娘？你……母亲。长公，今天气色看起来不错。来看看哪个样子适合洛云。你们先下去。母亲，你要决定我的婚事，难道不需要问一下我吗？对不起，夫人。洛云，不必道歉。长公，你跟洛云的事迟早要办的。这次打败突厥，皇上的脸上有了点笑容。应该趁热打铁，你成家立业了，皇上也会觉得你是个可靠的人。我高长恭这辈子不需要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。没错，你乃文祥第一脉，战绩赫赫，自然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。不过母亲担心你，娶了洛云，一来可以冲冲喜，二来洛云在这段时间里一直伺候你，你也该给洛云一个交代吧。我更要给自己一个交代。我高长恭不是一个言而无信的人。就因为袁清所？对。我不知道你跟他承诺了什么，不过在这个时候你不能离开。母亲，我意已决。夫人。也罢，我准你去实现你的承诺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要等你伤好以后再去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自然知道你的责任和你的使命，一举不慎便会误了你的前途，误了整个齐国的未来。我当然希望你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但你是皇族，是御风的郡王，你天生注定要比别人牺牲更多。还有，洛云对你无愧于心，也是母亲心中的好儿媳妇，你就安心地留下来成亲吧。洛云，长恭，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呢？你刚刚醒来，不宜长途跋涉赶往周国，我想请你暂时听从夫人的安排。洛云，我不能。你不要误会，我知道你是有心之人，自然不会荒废了与青锁姑娘之间的约定。我只是想安抚夫人，至于婚礼，我自会想办法阻止。洛云，你可以不用这么委屈。你不必说什么，你的心，我明白。殿下，给您量喜服的人来了，叫他进来。量衣服还要有一会儿，我去帮你准备一点点心。参见殿下，小人是给殿下量洗衣的小猪。哼，是。
殿下请。转一下。殿下真是好身材啊！要是穿了小人铺子里的衣服，那您一定是……还要量多久？哦，礼服和喜服加上换洗的衣服要10几套。殿下要是累了，先休息一下，小人正好将尺寸记一下。大胆！你没注意了，雕虫小技，你把宫想的也太不堪一击了吧！放开他，若不然，姑叫你死无全尸！放开他，可以，拿你的离殇剑来换你的新娘子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不用知道。换还是不换？好，我去拿。洛云，洛云，洛云，竟然没有人跟过来，这里面肯定有诈。果不其然，宝剑是假的。镇魂一出，天下见，离殇基业百世合。只要能拿到离殇剑，便能守得百世基业。现在所有人的目光都盯在镇魂珠上，还没有人想到离殇剑。可是这离殇剑究竟被高长恭藏在哪儿了呢？这是诸葛无血的独门暗器无疑。看来离殇剑的秘密已经走漏了。长恭啊长恭，母亲知道你是一个一言既出、驷马难追的男子。洛云又心心念念帮你，想帮你蒙混过关，去往周国。可是诸葛无血阴狠毒辣，不拿到离殇剑，他绝对不会罢休的。这个时候，母亲不能放你走，绝对不能。夫人，药煎好了，给殿下端过去。是。记得让殿下趁热喝。是，夫人。洛云，幸亏你没什么大碍。我受了伤，
需要静养。后天没办法举行婚礼了，长公，你要好好调理身体，早点去找青锁姑娘。洛云，你何苦如此？你不必放在心上，这些都是洛云自愿的。洛云，你真是我的，真是我的好妹妹。母亲，真的准备要走了？我已经让人帮我备马了。也罢，洛云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婚礼自然也无法举行了。你的身体……母亲放心，我会尽快平安回来。快去快回。